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 C Channel。前港姐吳文欣，而家改咗名叫做吳欣希。呢幾年癌症嘅病情反覆，喺呢段黑暗嘅時期，仲俾人呃晒成副身家。講起吳文欣，大家嘅腦海入面可能仲係佢當年喺選美台上嗰份自信、漂亮嘅樣。但係呢位昔日嘅女神，而家正經歷緊人生最黑暗、最艱難嘅時刻。佢唔單止要面對乳癌第4期，癌細胞擴散上腦，全身嘅骨頭都係癌細胞嘅生死考驗。最慘係佢自揭喺呢段病到連命都就嚟冇咗嘅日子入面，俾人呃盡咗畢生嘅積蓄。我想喺度大聲質疑嗰班呃錢嘅人，你哋仲有冇人性啊？你哋仲有冇廉恥啊？人哋而家都喺度同死神搏鬥緊，每一分錢都係佢嘅救命錢嚟噶。係佢用嚟換取生命機會嘅醫藥費，你哋竟然趁火打劫，呃走人哋用血汗換翻嚟嘅積蓄，簡直就係喪盡天良，禽獸不如啊！你哋呃走嘅唔單止係錢啊，仲係一個人嘅生存意志同埋一個家庭嘅希望。吳文欣由入行到而家，拍戲、剪彩、做生意，每一分錢都係辛辛苦苦咁樣捱翻嚟嘅。佢而家要變賣金器、賣錶、賣手袋嚟籌醫藥費，而你哋呢啲騙徒就攞住佢嘅救命錢去風流快活。我真係想問啊，你哋夜晚瞓唔瞓得着覺啊？呢啲人直頭係要落地獄啊！講起吳文欣嘅病況，佢早前就喺社交平台度交代咗最新嘅病況，情況真係好唔樂觀嘅。佢話照完磁力共振之後，發現癌細胞已經轉移到腦部，左右兩邊腦都有腫瘤，大約1cm 左右咁大啦。佢形容自己前排嘅狀況，簡直就係得翻1/4條命。最慘嘅係佢胸前嘅傷口因為惡化而流膿，甚至發出一陣陣酸臭味。佢話嗰種味道令佢覺得自己好似每日都同屍體瞓埋一齊咁，每日都喊到崩潰啊！但係吳文欣令我最敬佩嘅地方係佢嗰份腰骨挺直嘅底氣。最近社會上面有單好大爭議嘅新聞，就係嗰位抗癌嘅中學體育老師陳 Sir。陳 Sir 患癌當然係不幸啦，但係佢太太 Natalie 發起眾籌，就俾網民發現平時生活奢華、周身名牌，引發咗好大嘅風波。好多人都覺得，既然你有錢買名牌，點解唔賣咗啲名牌去救老公，而係要問公眾攞錢呢？吳文欣睇到呢單新聞就非常之有感而發。佢話其實早喺2年前，當佢知道自己癌症復發，又發現積蓄俾人呃晒嘅時候，有群好朋友嚟探佢，見到佢又要醫病又要生活，壓力大到爆，就提議幫佢發起眾籌。以佢嘅名氣同埋當時危急嘅病況，要籌100-200萬都絕對唔難。但係吳文欣就一口拒絕咗。點解啊？佢話由細到大有咩都係自己搞掂，自己負責，攤大手板問人攞啊，實在唔係佢嘅作風啊！佢寧願點啊？將自己當年出嫁嘅金器全部賣走。佢話呢啲中國傳統買金保值真係好明智，到咗生死關頭，呢啲先係最有用嘅嘢。佢仲低調咁樣開 live，賣走自己心愛嘅首飾同埋名牌袋。佢話原來當自己面對生死，呢一切虛榮嘅嘢都唔再重要。大家對比下，一個係變賣家當自力更生，一個係被質疑名牌不離身，卻要公眾捐錢。吳文欣呢種風骨真係一個天一個地啊！佢唔係要賣慘啊，佢只係想自己嘅經歷話俾大家聽，關關難過關關過，要生存就一定要靠自己嘅意志。佢甚至話佢而家公開呢件事唔係要大家捐錢俾佢，佢只係想討一個大家嘅 follow， 一個 like 同埋 share。 佢希望等到佢好翻之後，可以靠自己嘅社交平台去靠自己賺錢自力更生。如果大家聽到呢度，請立即去 follow 吳文欣嘅 IG 同 channel， 支持同俾鼓勵佢。為咗同病魔戰鬥，吳文欣早前就喺一班好朋友嘅陪伴之下，舉辦咗一個生前追思會。呢個聚會唔係傷感嘅，而係充滿住歡笑同愛。佢嘅童年好友著名導演彭秀慧都有出席。佢哋由6歲就識到依家。彭秀慧喺社交平台寫話，大家仲要一齊變老啊！彭秀慧仲貼出當年佢哋細個嘅發黃相片，2個人頭貼頭。
吳文欣就話呢場告別式令佢感受到滿滿嘅力量，令佢可以從等死嘅陰霾入面行翻出嚟。不過吳文欣嘅路真係行得好辛苦，除咗病痛，佢嘅感情生活亦都遇到打擊。坊間之前一直傳佢同結婚14年嘅前夫陳劍靈離婚，甚至有人揣測係咪因為佢生 cancer， 個老公就拋棄佢。吳文欣雖然自己病到咁，都仲要出嚟為前夫平反。佢嗰陣上電台講啊，外界嘅揣測對前夫好唔公平，佢哋係癌症復發之前就已經決定分開噶啦。佢話感情問題係非一日之寒，唔只係一個人嘅責任。佢形容前夫未必係個好伴侶，但一定係個好爸爸。依家雖然做唔成夫妻，仲係好朋友。大家諗下，一個女人喺最脆弱、最需要人照顧嘅時候，仲可以咁大方、咁體面咁保護前夫。吳文欣嘅心胸真係好廣闊。佢哋由美國讀書翻嚟已經認識、相識、相戀幾十年，雖然最後都係要分開，但嗰份尊重依然喺度。講翻吳文欣入行嘅點滴，其實佢當初係想做歌手。98年佢喺美國大學畢業翻嚟，原本係想參加華星新秀，點知嗰年停辦，佢先至轉去選港姐啊。最後雖然攞咗季軍，做咗演員，但係唱歌嗰團火一直都冇熄過。早排佢終於圓夢推出咗單曲《重生》。接受訪問嘅時候，佢話今年初睇叱咤，見到鄭秀文52歲攞獎，佢就諗我51歲可唔可以做樂壇新人呢？就算病到咁，佢都堅持要入錄音室，因為佢想留低一啲嘢，證明自己強大過。至於當年佢成為香港首位承認整容嘅藝人，吳文欣依家諗翻都有少少後悔。佢解釋當年係因為細個撞親個鼻，有個鼻折。入行之後聽玄學家講話勾鼻會影響婚姻，會有波折甚至離婚，所以佢一直耿耿於懷。後來認識咗蕭定一，有美容公司贊助，咁佢就諗住磨翻平個鼻咯。佢話冇添加任何唔屬於佢嘅嘢落佢嘅身度。當時佢只係抽過脂，想身形好睇啲，橫掂咪都要麻醉咯，咪做埋佢咯。但係佢覺得當年公司嘅宣傳太過嘩眾取寵啦，將過程直擊，令佢壓力好大。其實睇翻而家嘅佢，同當年真係冇咩大分別。雖然佢話當年可能係行錯歪路，去信風水，改名由吳文欣改做吳欣希，但係依家佢重拾翻信仰，心靈得到咗前所未有嘅平靜。面對住種種嘅打擊，離婚、患癌、老父離世，再到依家俾人騙盡積蓄，每一件事擺喺普通人嘅身上，可能都已經崩潰嘅。但係吳文欣冇放棄，佢去咗港大深圳醫院度接受治療，因為嗰度環境好啦，費用亦都相對親民。佢話就算癌細胞全身都係上咗腦，佢都要積極治療，期盼成為癌症生還見證者啊！佢喺醫院嘅影片入面，面容嘅憔悴，但係依然努力微笑。佢話醫生話只要化療藥物有用，就可以殺死全身嘅癌細胞。佢話我一定會好翻嘅。佢話依家嘅內心比起以前更加強大。佢覺得老天爺留佢一命係一定有使命嘅。吳文欣，我哋都會為你打氣。你嗰份唔向命運低頭，唔隨便求人，堅持自食其力嘅精神，係我哋所有人嘅榜樣。你係一個真正嘅香港小姐，唔係因為嗰個后冠啊，而係因為你呢份骨氣。至於嗰啲呃咗吳文欣錢嘅騙徒，你哋趁人病攞人命，人哋救命錢你俾你立埋啦，咁冇人性嘅事都做得出，真係睇住收尾嗰幾年啊！吳文欣喺佢嘅發文入邊提到，佢唔係要賣慘啊，佢只係想鼓勵緊處於低谷嘅人。佢話 You are not alone。佢用佢破碎嘅身體去撐住其他破碎嘅心靈。最後，我想將一份最真摯嘅祝福送俾吳文欣，願你早日康復。我哋等緊你康復之後，喺台上以新人嘅身份唱歌俾我哋聽。再次呼籲一次，請大家去吳文欣嘅 social media 俾個 like 同 follow， 俾佢最大嘅精神支持，等佢知道佢並不孤單。請各位觀眾立刻 subscribe 我哋今日 C channel CLS comment like share， 我哋會更落力製作更多嘅資訊俾大家。多謝支持。